这个是紫砂的，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猪的公道杯。这个好可爱呀！和招揽食客不一样，开饭馆是营生，做紫砂全凭兴趣，而且只做不卖。这些摆件都是出自方兵之手。最近他经常白天炖鸡，晚上做猪，像是一个壶倒水用的。还有下次来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们杯子。像你们外地来的客人到我餐厅吃一顿饭，我给他带个紫砂的玩意儿回去，他就有念想了，对不对？传递紫砂文化。哎，对对对。饭馆对面盘了个工作室，食客散去，好戏登场。我想做猪的系列，其实是一个好玩，还有就是我希望还是我们保留一点童心吧。如果跟一个00后或者05后，甚至10后，你跟他讲紫砂的故事、成型方式，讲它的历史、人文啊、审美啊，对不起，他们 get 不到。但是你给他一看这个，他一下子觉得，哎，原来紫砂可以做这个，哎，真好玩。